徐导，我们成歌准备好了，随时可以开始。Action！ 秀萍，把你的手举起来，让大家看一下戒指跑到哪了。曾经有份真诚的感情放在我面前，我没有珍惜。后来一直到失去之后，我才后悔莫及。人世间最大的痛苦不就是如此吗？但是如果老天爷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珍惜。我会紧紧地抱住这个女孩子，跟她说：“我爱你。”前边的部分还可以。谢谢导演。导演有没有什么需要我要改进的，我都可以改进。要不要再来一次，或者10次都可以。你觉得你是一个中国人吗？我觉得我是一个中国人吗？这个问题很好。这个要怎么讲？就是我这么跟您介绍好了，就是说我的原生家庭是一半一半，啊，因为我爸是从大陆过来台湾的，那我爸是大陆人，那我妈妈是台湾人，所以我算是偶尔韩籍啦，就是我爸他是一个退休的士官长，但是我觉得，因为我只是一个演员，我只是求一个演出的机会，求一个饭吃。我觉得不管两边，对。那你跟我说那么多干什么？你们台湾人就是喜欢自我审查，角色是什么你就回答我什么。我说过，电影永远驾临于政治之上。我问你啊，是电影留下比较久，
还是我们的肉身跟政治立场留下比较久？电影，因为电影是一直可以。先这样吧，啊，我等等还要跟摄影组开会，有什么消息我会再请制片跟你们联络。谢谢导演。谢谢导演，谢谢导演，谢谢导演。导演慢走。我真正搞我惊死啊！我先来放这些。陈玲啊，你看是毋是甲新哥先订机票哈？啊，我是感觉讲吼，较早回来吼较保险啦。啊无伫迄边加住几工，可是一条所费。啊，伊若是随回来，随会当趁钱呢。我想说，等看卖这2日，无一定会有好消息。我感觉吼，也是马上订机票回来。啊，饭店免订，我甲你讲。最近哦，台湾的防疫有较灵啦。伊准讲即摆回来吼，无的确会富过年呢。秀萍姐，你知影有人说着城狗是咱这世代的卓别林吗？我感觉城狗应该试看卖，明仔我就带伊去横店堵校长。哦，啊，你是食着伊的喙烂哟？啊，恁两个讲的拢共款啦。卓别林哦。我看中午两个差不多啦。啊，恁两个是咧讲啥？是毋咧讨论我拄则的表演啊？我甲恁讲啦，这道我已经小演啦，我一定爱播啦。我拄则想讲哦，我这个人嘛毋是讲袂当参详，若是无男主角配角嘛会用。啊，这2项拢无，我会当演因的爸爸。我演爸爸的爸爸嘛 OK， 做演员就是安尼等一个机会，有戏就趁戏，无戏趁钱，吼。播戏播了一世人，若是有这个机会，会当去外国走一撮红地毯，安尼嘛是有价值啦，就是安尼啦。那恁两个是安怎？拢无爱讲话，若是拢无爱讲，我就落线啦。怎样啊？你等下甲迄个酒店的地址传互我。按时我出来，我想要食一顿好料的啦。无暗暝帮城狗订778，食煞杀伤，乃是我将之顿来。好啦，就安尼啦。城狗拜拜，甲倒咧。啊！我来啊！啊，你搁伫咧困啊？无啦，你无代志就听一下呗。即摆几点啊4点几啊？9点的人无叫你起来食吗？有啦，我无要食啦，物件无好食。我是想讲暗时出去吼，甲你做伙食啦。我最近找到一间甜品店，带你去食。哎呀，我无想要食甜品啦，我想要食一寡重咸的、重口味的、刺激的。你遮无聊的。来啦，我想要食重咸的，你知我意思嘛？
哦，水，这唔正是重口味，你知影我的意思？你这足巧的，哦，这张水哦，啊，有水哦，过来，我嘛传一滴互你哈。足恶心诶，巴肚遐大颗咧。我甲你说，拄拄啊，前姐甲我说，后顶迄边的角色有我啦。真的哦，水，等下，是啥物角色啊？是毋是爸爸？还是？哦，你紧讲啦！男主角。真的吗？哇！啊！水啦！啊！打！啊！哦，天公伯，多谢你啊！我一定好我一定好好表现啊！哦，真的咯，哦，我爽到要歪去啊呢！我知影，我看会出来，无我等者呢，叫人送红酒过，咱来啉一杯庆祝。红酒无可能啦！我即摆伫遮哪有可能有红酒通啉？我即摆有咖啡通啉着头笑啊！你搁啉红酒，无可能啦！我想，哎，莫乱啊啦！是阮妈斗相共的啦，伊叫我甲你恭喜。哦，你要请你妈妈帮忙哦。斗相共。啦！买，这也毋是啥物大条代志。你妈妈是书记，伊足无闲的人，哪有可能搁送红酒来？拜托的。你莫搁假啊！你明明就足开心的，足想要啉的，足想要庆祝的。哦，真正安尼，我真正毋知要安怎讲。对啊，你面子互我做到遮尔大，我是要安怎行啦？多谢你妈妈啦，吼！讲到你妈妈，我甲你讲，我有买一寡物件要送互你妈妈。是啥物？香水啦！哇！我伫咧免税店买的，朋友介绍这款哦，上出名的。我妈一定会足开心的。互你妈妈，送互你妈妈，吼，这是我的心意啦。互你妈妈闻到规身躯香讲吧。啊，我的咧。你无啊？我就买一罐尔，对。年糕我再补互你啦。这是啥？你嘛有啦，我骗你的啦，一人一罐啦，好无？法国的哦。多谢你。小可代志，因为我爱你，我爱你。那气氛真好啊，咱来跳舞啊！哦。请了。大了。我爱你。来啦！再来，继续！看我表演啊！我来啊！这久我跟你爱啊呢。我要看腿啦，你的美腿。
哦，对对。哎，不是安尼啦，你这骑脚踏车哦，较性感的啦。好亲切。我即摆敲电话来要娶我啦，你即摆就要出来。如果是重要的代志，先讲不要紧的。无重要啦，来啦，继续啦。是小瓶子，对啦，莫插鼻啦，紧咱继续。你食啦，无你两个某拢会生气。安尼啊，好，歹势。那安尼我先挂掉吼。等一下，安那？我若是要继续的话，你呢？好啊，当然好，我就等你这句。等下我提起有时间。唔是继续迄个啦，啊，无啥啦。我想要听恁说啥物。哪有可能啦？你莫听讲生笑好无？无你暗暝嘛，莫吵想继续迄件代志。喂，有听的无？听到请回答。喂，有听的无？有啦，你讲话啊，你要创啦？你伫倒？你问这要创？啥物我伫搭？我搁问你一解，你伫倒位？我伫旅馆内面啦，你是钓狗哦？我咧看剧本啦，你莫甲我吵啦！遐拄好着，大概我卡来，你拢咧看剧本。就是遮拄好，歹势。我要看较清楚的，你活过去。正面倒面，李志成，我是讲镜头啦。真无聊哦。安尼，好煞。小等，安那啦？迄粉红色迄啥？你过去，粉红色。啥物粉红色啦？粉红色边仔迄啦。你讲这哦？啊，着杀裤咩？衫裤，啊你哪有衫裤啦？这毋是我买的，这是饭店送的。好，你即马起来，洗一个，我要看。吼，你真正足无聊的，是有啥物好看的啦？哦，你看，你调倒看。小等，转来。我包包顶头有迄啥物物件？这吊饰啊，吊饰向上你的，粉丝送的啦。你哪有粉丝哈？啊，你白痴哦，七嘴八舌不是粉丝哦。哦，你真正是，无想要甲你翻啊。小等，倒顶转来。这罐是啥？哦，你真正，就芳水啦，啥？芳水，你要创啥的？我家己要用的。你用芳水要创？我甲你讲啦，这罐哦，就是我的秘密武器啦。这芳水会当帮助我的表演，你知无？外国真侪演员拢是安尼。有一个叫迄啥物啊，凯特·布兰奇，伊嘛是用安尼吼。伊演迄个蓝色茉莉时阵哦，伊就是去买迄个茉莉口味的芳水。啊，我即摆演一个 spy 哦，啊有小可我有日本人的血统啊，我就买即款萨库拉口味的，会当帮助我的表演。啊，你毋是演员，我甲你讲遮侪，你也毋捌啊。我甲你讲，拍袂开啊吼，专心的吼。啊废话，专心我当然，啊毋是啊，安尼啦，吼。哦，萨库拉口味日本人，どうして？好啊。那安尼你就豆豆啊喷，吼，喷到爽，你莫寒着。好啊，就安尼啦。你即马起来，我要去看变数迄边。咱变数你嘛要看？对。你真正食饱伤用哦，你哈。好，来看。变数有啥物好看？你要看？来看，来看变数，来哦，来，对好调哦，来，听说有好无？有哦。
有台台煮讲完无？有哦，来哦，安尼哦，来，我算未？啊，你即摆哪带遐尔歹哈？啊，便所安尼是要安怎洗身躯啊？已经袂歹啊啦！我甲你讲，我做兵的时阵带的更较歹。哦，若是要讲做变代志哦，我无要听哦，你跳过人过哦。嘿，好。啊，搁有，你要看我即摆我要看书桌啦。书桌哦，来，你豆豆看，我要来看行李啊！迄啥会写哈？啊，你哪有这条内裤啦？李志成，你要解释拄仔迄领内裤无？你毋是无爱三角，你逐摆拢穿四角的啊？啊，遮就干那有即款尔。刚刚拢内裤拢毋免洗。啊，你即马是安怎？查清就对啊。你放心啦，你毋免伫遐加操烦啦。14天我甲你讲啦，外口的人无法度入来，内面的人无法度出去啦。我想要给你传一寡米，如甲豆我拢袂用的啦。够像。谁呀？好的，来，不是，来，没有，你们要干嘛？上面有特别交代，我们要亲自送的。来，多干。不是吧？没有，这个领导特别交代，豆干。上海的豆干要记得加辣椒啊。上海豆干啊？不是，等一下，你们送错了吧？这个特别香的，你得尝尝。不是，你们送错了。意思话呀，那个辣椒又香又辣又好吃特别好吃。所以可能是隔壁的啦，你们送错了吧？我没有叫这些东西。上头特别交代，您就尝尝了，别人没有的。别说太多，上头说别说太多。要记得吃豆干。要记得加辣。豆干啊，你讲，你这个豆干是安怎母入来？你讲啊！好，我老实甲你讲，是陈琳啦。陈琳因兜开店啊，对不对？陈琳因兜开店啊，即摆因兜伫咧卖豆干甲红酒啦。陈玲因兜咧卖豆干甲红酒。对。啊，你毋是甲我讲，因妈妈是书记？无毋对啊，因妈妈是书记啊。啊，毋过我甲你讲啦，大刘即马遮嘛时机歹歹，因妈妈可能想要趁一寡外劳啊，钱无人咧嫌多啦，加减趁啦，你知无？我毋则甲伊交关。好，来，我就问你一句。你选倒一边？陈玲拄仔拢已经甲我讲过。接，当然嘛爱接。你确定？确定啊！你加讲诶，讲遐屁话，我等这条等偌久啊？当然嘛爱接，接。那安尼，陈玲，讲互你看这，你看者，我传互你。啊，这咱之前毋是已经签过啊？正经是正经啦，哎新的版本你敢有读过？什么版本啊？我看卖啊。你看第5点。法人3等亲以及法定配偶3等亲应不得。哦，即马改到安尼哦，这也毋加哦。咱搁爱签无？嘛是爱签啊！你若是想要伫遮食头路，你就要签啊！啊，你有想过阿公无？阿公，伊毋是已经过身几啊年啊？啊，若是查到咧，你袂记哩啊？顶届台南跳七里阿布迄个小鱼啊，有无？迄因兜吼7年前的影片拢叫人挖出来呢。
小平，我甲你讲，你甲阿文的脸书哦 ，FB 哦，即摆拢莫用，改名，改做英文的，英文的伊较无好查啦。哦，迄相片哦，啥物影片哦，拢收起来，也是抬掉，就安尼。我这几年吼，早就安尼做啊。好啊。不过还阁有，你阁看者。这个咧，这是阿公的纪念 FB 呢。你有看到后壁无？这嘛要杀掉吗？抬掉吗？这是阮兜的人对阿公的思念呢。好，抬掉。哦，不过我意思是讲，你抬掉以前，你先另存新档嘛。你若是想要看，你就叫出来就好啊。到时清明我会甲阿公讲啦，我会甲伊回信你啦。无法度，我即马就是无法度嘛。好无？好，那我问你，啊小绿咧？啥阁是小绿？哪阁找一个小绿出来啦？阮姐阿因兜迄个正大高材生啊，你看有详细？哦，安怎？伊即摆是咧做网军1450呢。做1450，我毋知即寡囡仔头家己咧想啥。无代无志，无政治咧创啦，杀掉啦，拢杀掉啦。好啊，抬掉啊，啊然后咧？我感觉你想下嘛，你想过紧张啊啦，无遮尔严重。我只是一个死卡尔，敢有需要安尼？FB 莫用就好啊。我甲你讲，我是你的经纪人啊，我想的拢较远啦。准讲若是叫人查到，你是要安怎？你是暗算甲阮兜规家伙仔拢断绝关系，还是讲吼电话一通一通的卡，叫大家拢甲照片杀掉、抬掉，啊莫上 FB 哈。今仔日结束了后，你明仔就开始拍戏啊。这中间遮尔长的时间，你随时会叫人注意到，啊到时阵有叫人查到，是要安怎？所以是啥？你是要害人家剧组重拍哦？我甲你讲，你敢会记得我有一个阿姐？倒一阿姐？啊，就是爱跋筊迄上了年迄个啦。啊，伊毋是真久无甲你联络啊？啊，你讲伊要创啊？我甲你讲啦，我阿姐因甲因某哦，表面上是离婚啦，毋过因两个佫继续住做伙啦，因两个佫是阿某啦。这我知啊，这我甲你讲的啦。因两个都是离婚啦，吼，啊财产拢归有因某啦，则袂吼全家伙仔拢惨兮兮啦。李志成，你好大呢哈！你这么啥物意思？你要跟我离婚了？无啦，我也无安尼讲啊。你无安尼讲，你安尼想啦？我无安尼想啦，你是咧吼？我问你啊，你无安尼想，你无代无志，讲你阿姐代志是要创啊？我毋是迄意思啦。我真嘛吼，我就是感觉讲我叫人骗啦。我当初就无应该吼，互你去大陆迄边啦。这个问题咱之前已经讨论过啊。大陆、台湾这两边看倒一边发展较好，我就去倒一边，对。迄是因为我就是讲你会留落来啊。你莫激动好无？咱好好讲好无？你敢知影？我有偌惊你叫人骗，我惊讲吼，你付出遐尔济时间，你啥物拢无。我嘛惊讲吼，厝内囡仔袂记你老爸啦。我惊你吼接袂着戏，啊厝内是要安怎？我安尼替你想哦，啊你是安怎做的？哈？你即摆为着要演戏，啊你竟然要跟我离婚啦？我自头到尾我拢无讲要离婚。阿文伊足大汉的，伊就要大毕业的，你哪可能袂记得我这个老爸啦？你是咧想啥啦？我即摆咧想办法，这个头毛咧烧，我咧想办法解决。你是安怎啦？我甲你讲，你即摆。哦，我特别不要喝更好嘞。抱着灰机上飞机，飞机起飞，灰机要飞，飞机坠机，灰机归西。
对，代志大条啊，出包啊啦！安怎啦？啊，我嘛唔知要安怎甲你讲，这话若是要讲透天啊。目屎是飞袂离啊！好啊啦，莫搁天灾用玲珑啊啦。小蛋，啊，物件咧？物件伫遮啦，吼。物件有得就好啊，哪有啥物代志？啊，我看你这个面我就知，一定是秀萍掠着你包二奶哦。啊，毋是秀萍啦，啊，还是你的建宁公主是要来咱台湾，嘛毋是伊啦。还是安怎？我甲你讲啦，啊，即个大陆佫叫我签一个啥物反台独声明啦。啊，你就签落就好啊，甲以早共款，照 SOP 行就好啊。无啦，即届无共，即届伊讲加一条讲3等亲以内，啊，佮法定配偶3等亲以内拢袂当有台独分子。啊，我是无问题，啊，毋过阮某迄边的亲戚朋友小可敏感麻烦啦。啊，你若惊麻烦就莫签嘛。我即届一定要演，我一定要签。我甲你讲，即届无共，即届是拍电影，而且导演是徐导。徐导，你毋捌？有得奖的，有得金棕榈，啥物金熊、金狮的，真有名的徐导。你好难。我甲你讲真的啦，而且我即届是男主角。更加好难。哦，我咧甲你讲真的，你毋相信哦？是的啊，开始是安尼，那当然嘛爱接啊。有戏趁戏，无戏毋来得趁钱对无？对，就是安尼。阮某就戆戆，一直叫我倒去台湾，演一寡阮台的角色，无意思嘛。哦，那安尼，你希望我哪做？我甲你讲，其实我有想过啊。拍一支电影差不多嘛爱开1年半、2年，差不多嘛吼。若是讲这2年，大陆遮查无我甲秀萍的关系，应该就有透透。哦，简单，交我就好。这敢好处理？假讲。好，啊，都寄出去，寄喺你做演员迄个 email 内底，号名叫不输鬼。不输鬼啊？有啊，收到啊。哦，收到啊，水，好就安尼。小等，啊，你也会记哦。今仔暗嘛7点半，爱去迄个小公园，有一个制作组挂红色目镜的妹妹会甲你交接。哦，制作组红色目镜，妹妹，哦，唔通带去别位哦。好啦，多谢啦，嘿，好。得啦，我回来啊！哈哈，哦，啊，你一个人咧啉红酒哦，哈，陈玲，歹势，拄则毋是我调工迄个要挂你电话啦，是咧网络无好啦，伤过烂啦，我回来啊。恁真的离婚了吗？是啊，我就找我一个做美术的朋友，甲我斗相共，用电脑 PA 啦，足成的吼。老公，修身材的方法有真侪种。但是我问你，你真的打算甲伊离婚吗？是啊，我跟你讲，这是第一步，后壁搁来看。我打算讲哦，咧电影拍煞了哦，我就留伫遮，陪伫你的身躯边，安尼好无？若是安尼，咱要结婚？看你啊，你若是愿意嫁，我就娶，好无？若无啊，即马啦，好无？来，我拢准备好啊，明白？有水无？有水无？你爱食啦，吼，爱食毋是即阵啊，即阵诚歹，无嘛是等你今日出来。嘿啊，对啊，今仔日啊，暗时啊，咱是约8点嘛，对。咱8点，咱先去食一好料，食煞了，倒去酒店。我是要食你。
哦，被咱来做运动，做运动。哦，好啦，啊，就安尼啦，吼，我先来看物件，好，差不多啊，吼，好，来，我先落线哦。老公，啊，迄个黑色的是啥物啊？啥物黑色？后壁。你讲迄哦，迄是道具啦，卡棒啦，就是我演戏用的啦，嘿啦。卡棒。卡棒是日本话叫卡棒，啊，普通话就是公事包啦。啊，你毋是甲我讲我要演一个 spy， 我想讲啊，借一个卡棒，啊，你挂起来毋才有成 spy， 对，假的啦。那电脑。啊，嘛是共款，迄电脑甲卡棒拢是共款，恁两个一组的啦，嘿啦，道具啦，吼，好啦，就安尼啦，啊，时间差不多，我是先来看物件，啊，你嘛爱准备一个啊，画好水水啊，对，吼，我先落线吼，啊，真姐，好，拜拜。道具，这拢是道具啊！不可能吧？是啊，我哪会发烧啦？我应该在睡吧。对，这个你一定要救我。是个安怎啦？伤就袂用的哦。我刚会当用这内面的物件。物件先放落，物件放落，有代志慢慢讲。到底安怎啦？我着表啊，我即马是38度半，我要用这啦。莫讲遐无可能的吼，拜托。你等我一下，我来帮你想办法，我想办法，等我一下吼。608，我们来帮你做解除隔离前的最后一次核酸。现在不方便。608李先生，请你开门，请你务必配合。我现在要大便啦，15分钟后再来，好不好？好，我15分钟再来。李先生，大号完记得要撒。我知道，要放小苏打粉。
你有听到啊？吼，等下一定要过来啦，帮我检查，帮我快筛。我若是无过哦，咱就做伙来死啦。志成啊，第一，你手头遐药啊吼，是为着你迄边的人准备的，咱是绝对袂当拍开摕来用。迄量拢已经算好安尼，这毋是你一个人的代志，这是咱2300万人的代志。第二，当这时你应好要做这道，你就应该爱有觉悟，爱随时为国家做牺牲的准备啊！我听你咧喇叭咧，我无遮尔伟大啦。志成，你听我讲好无？你才听我讲，你掂掂，干！后来代志你嘛知影，政府对咱的要求是愈来愈多，我已经挡袂牢，我不爱做啊啦。这内面明明就是该用，为啥我袂当用？我的命就毋是命，是别人囡仔死袂了。志成，听我讲好无？内底毋是解药，你治疗嘛无效，你迄无路用啦。我互你的迄种是假的啦，我就是惊讲今仔日这款代志发生，真正的密码是伫咧迄个制作妹妹手中啦。对，无猜我遮尔挺你，你竟然安尼对我，你的良心敢会抵过？不要紧，我甲你讲，我若死哦，我做几遍嘛袂帮你刷。哎呀，即摆喏，你妈妈遐敢有消息啦？有，伊已经有联络你迄边的防疫组啊。可是安怎？伊希望我可以为你担保，因为最近北京迄边较乱，嘛是惊阮兜会互人洗话。因为你是台湾过来，较敏感。哎哟，我有合约啊，你会当摕互因看啊。这我有甲伊说啊，但伊还是无放心，所以伊拄啊有派人去查你。查啊！我有啥物好查的啦？我是一个中年大叔尔，我是演员嘛，你会当看电视嘛？哦。你有识识一个朋友，号做老鬼。老鬼，名叫老鬼哦。你有识识无？老鬼啊，有啦有啦，我有一个朋友叫老鬼啦，哦，真久无联络啊啦。啊，少年时阵我甲伊做伙做节目的啦，综艺节目啊，嘿，老鬼老鬼。我嘛说，伊有查到伊是台湾国安局的工作人员。无可能啦！伊迄个人哦，这无胆咧，家团唔敢抬，佫有可能做失败。伊做失败的面也差不多。我嘛问说，你最近有甲伊碰面无？有人甲伊说，伊看到伊摕一个卡棒互你。伊摕卡棒互我。哦，对啦对啦，可能就即卡啦，卡棒啦，嘿啦，伊叫我甲伊斗相共啦，摕一个物件互伊的朋友啦，嘿啦，对啦，伊叫阿玲啦，嘿，对啦，阿玲啦。老公，你有问我啥物无？啊，迄个艾琳娜到底是啥？而且佫是一个查某。好啦，我老实甲你讲啦，这是医疗器材啦，呼吸器。阿玲啊，伊是老鬼朋友，伊足可怜的，伊吼这睡眠有障碍啦，定定咧困袂去啦，哦，佫会讲，哦，你也讲，面也讲，佫有头会痛啊。老鬼讲啊，看伊可怜啊，伊叫我帮忙一个，送一个呼吸器互伊用啦，会当甲伊帮助啦。就是安尼啦，遮简单的代志哦。哦，是安尼。无你迄一张相互我看，我当互阮妈解释一下。陈玲，其实唔免遮麻烦。
真的，我知影你爱我，我嘛爱你，请你相信我，我是绝对真心真意爱你，我袂甲你骗，好无？哈？你从头到尾就伫骗我中，你骗我你会离婚，你会离开恁某，但一切拢是假的。即摆有搁有一个爱恁仔，你只想甲我当做二奶尔中。我家己讲过的话，我拢有记的，我永远拢会记的。而且你嘛毋是恶呢。那你为了我，为了你，将手提包拍开，将迄个卡棒拍开，这一切就无代志啊！啊，毋是我毋知影我知影？毋是我毋知影后尾我是要安怎开啦，这毋是我的物件呢。我来问看卖啦，好无？嗯。是真啊？伊说到吗？无啦。啊是，你嘛有伊上线，我看人也准的。若是有问题，我一定看会出来。你等下，我搁问一摆。来啊，有啊。你等下。我要开啊！你讲你要看，好，即摆就互你看。这内面物件就是安尼。这是啥物？这内面真侪物件，有学生制服，还有一支皮鞭。搁有这，搁有内衣、内衫、内裤。即摆你看到啊？你知影？我甲你讲，其实老鬼伊是一个变态，伊有变装癖，伊爱算即寡有诶无诶。我就无想要甲你讲，你即摆应该硬要看好啊，即摆看到啊？即摆这是伊诶秘密，你爱保守秘密，袂当讲出去。因为你伫你遮还有啥物限量令，所以伊就叫我甲即款物件抓过来，袂当讲出去哦。吼。好。啊，毋过你拄则毋是说内面是呼吸器？是啊，你无看到吗？就是这支就是呼吸器，这内面是药水。为遮煮入去，你困的时阵就袂寒，袂当好困啊。烧物件啦，啊，好啦，就是安尼。你即摆会当放啥袂？啊？老公。啊？歹势啦。啊，我拄啊有甲截图传互阮妈。好。伊说应该无代志啊。
当然嘛无代志。水某，我知影你是为着我好，你惊我会出代志，即摆你会当放心吗？好无？这是阮妈拄啊带来的啦。啊，伊问说，这是你爸的老鬼吗？等下我看卖啊。这差伤多啊啦，这毋是老鬼啦。啊，等下我传互你真正的老鬼、变态老鬼的相片，你等下。好，这张才是，看到无？啊， 608，如果你准备好了，我们就进来帮你做最后一次核酸。好，你等一下。你要入来啊？啊，恁妈妈敢有法度帮我解决这个问题？啊？好，这个就看恁妈妈表演啦，拜托。李先生，帮我放轻松啊！待会2个鼻孔都要做裁剪，过程中不要大力吸气，不要往后仰啊。那个棉棒会在鼻孔里面转个3圈左右，大约5秒钟时间。那咱们开始了啊！哎，电话，喂，你帮我接着，我没手。先别接了，那么麻烦。先接，我这样没法专心呢。是的，来，赶紧。哎，长官，哎是，报告是。明白。哎，做啥嘞？上头要咱们自个儿弄出简体。今天这贵宾下午一定得出去。就要来。你别多嘴，抽签，赶紧啊！哎呀，怎么又是我？每次都是我要来做。哎，坐是的。哎，你别废话啊！今天火神完结了，咱们赶紧啊！好，哎呦，火神，哎呦哦。你们这也看得到火神啊？有，我们有看好看啊！那个盗版的火神真好看啊！哎，那官场别废话，没人当你是哑巴。你是不是有演那个火神那个什么？火什么火，神什么神？哦，抱歉，我们看错了，走了。若是无恁妈妈这通电话，我今仔日是绝对行袂出去啦。替我甲恁妈妈说多谢。老公，不要紧，我妈伊嘛也担心你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有法让出来演徐导的戏。对啦，就是这条啦。这条真正好看，安尼唔正有水。喙真啊较甜啊。是无？我爱你。我嘛爱你。时间差不多啊，我要来收物件啦。物件真多，我要来看看你啦。因摕到什么相片？
你的相片啦，无是像的相片。我若是无摕相片出来，陈玲英妈妈哪有可能甲我信到？阿先紧走！对。对，谢谢。你一定要会记，好好保护你迄边个台湾人。只有保护因，才有办法保护咱伫个台湾的亲人、伊的水母、伊的草。老公，嘿嘿，啊，你即马伫倒？啊，未出门哦？无伫倒搭，是真爱路吗？我甲你讲，水某，你时间哦改一下，你8点半才来接我。收着，我的大名星，你的经纪人会准时到的。我先来去准备者哈。好啊，等你哦，吼。你先等我一下，我即摆有更较重要的代志要处理，好无？我重要？有啥物代志比我更较重要？陈玲哦。嘿啦，毋是啦，我袂当讲的代志啦，哎哟。对啦，就是安尼啦。咱做阿某做20几冬，你啥物代志拢袂甲我讲啦。就亲像即马，你甲谁人咧传讯息哈？你莫乱好无？即摆因出人命，你知无？恁个母出人命！啊，李志成啊，你甲我讲有清楚哦，你解释有清楚，啥物母出人命哈？你即摆是要我安怎做，你才会帮我刷？你爱我帮你刷是毋是？好，咱即马就来处理。啥个秀萍姐，恁找我吗？陈玲，我有发几张相片咧群组内底，你看者。好。只也希望讲吼，这件代志到这为止啦。秀萍姐，你的意思我了解，但我可以有一个要求吗？好啊，你讲。我想要台湾徐导这篇电影，这段时间对啥个也重要。伊头一摆离遐大的剧组，嘛需要一个熟悉现场的人甲伊斗相共。陈玲，你真正爱我做甲无法度收煞的地步，是毋是？好啊。借问一下，陈玲敢是你的本名哈？陈妮，这个人是啥？你讲啊。我找人对伊，才知影这个查某人有偌厉害。你看这相片，你就知啊。我甲你讲啦，伊根本就是仙人跳专科的啦。毋是安尼，啥个？你听我解释。
当初我是为了骗你的钱无毋对，但我是真的喜欢你的戏。自细汉，你就是我的偶像，所以你毋知影我接到这个任务的时阵，我有偌开心。只要有法甲你加相处一撮时间，也许咱真的可以有一撮啥物。我嘛已经准备离开组织，因为我发现我回头看，其实你无一刻无想你。啥个？你是我永远的偶像，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。我希望你会永远为我留落来。李志成，即马是咧演倒一出哈？无你讲啊，你选倒一边？我唔知影啦，我唔知要安怎选。这一切来到想过向啊，我爱想一下。我甲恁讲哦，今日暗时就今日暗时啦，咱约出来讲。李志成，我知影你7点解隔离对无？吼，我爱你做出决定。袂用的啦，今日暗时我阁有代志，我阁见一个人啦。有啥物代志会比咱的代志更加重要哈？我拜托你啦，你做一个有男派的查甫人好无啦？哈，我就伫遮，咱随时会当讲。你啥物随时会当讲啦？好，你看。啊，你即摆伫倒？你一开始，我只是袂放心你，我才会缀着你坐后一班飞轮机过来。我嘛想袂到讲会遐尔啊拄好，我着住你的隔壁。3更半暝，我阁会听到你咧讲呢。若是7点我嘛会出去，咱着约喺楼骹的老爸见面。是时阵。互咱即个破电影有一个结束啊！你看卖啊，是谁陪你到上尾？是我，是20年前，啥物纠纷拢无。连一缕花拢无，一个手指拢无，就答应嫁予你的我。林秀平，我已经无爱你啊啦，暗时你莫来找我啦，你走啦。李志成，你的任务是负责送货物，予咱住伫上海的人。刷来15分钟，一定爱拖时间等待支援。万不利你互掠，也是遭受不幸，政府会当作毋知这件代志。这一切拢是你个人的行为。以上听完5秒了后，这段录音会自动消失。安怎？你的小女友即摆搁传啥物过来？袂当互我知影。小平，咱好好讲袂用的。啊，一定要安尼哦。嘿，你娘咪叫我走，娘咪搁要甲我讲，无你算一下啦。咱到遮就好啊啦，免讲，拢免讲啊啦。你敢知影？我从来毋捌想过，有迄个机会，会当对你的粉丝变成你的太太。
你人熟识正正，我除了读册，我的世界头只有你尔。我是先有你，李志成，才有我家己。我出社会这20年，我的世界头只有你尔。秀萍，多谢你，我永远的水某。多谢你，你是上赞的经纪人，嘛是我永远的粉丝。咱结婚的时阵，我有讲过，我要爱你1万年。不过我即马做袂到，我欠你伤济啊啦！我这世人无法度害你。不过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真正是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我唔才安尼做。假使讲你是真正爱我，咱后世人搁来做翁仔某，搁互我一摆机会，我会好好的补偿你，好好爱你。不过这摆我要甲你回实个啊，歹势。暗时你就莫来找我，你出去了就直接转去台湾，就安尼。歹势啦，这是我上好的选择啊啦。阿妹，即摆爸爸发生一寡代志，可能要甲你面对啊。请你答应我，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陪你妈妈身躯边，好好甲照顾。我知影我是一个真失败的老爸，不过我是爱你的。真歹势，我无时间甲你解释遮多，歹势。你给我放开啦！放开！你们抓住我！你们抓住我！好好讲，好来好好讲。秀敏，秀敏，你醒醒！你醒着，你醒着！你不要讲，我来处理。操你妈！阿信，你完蛋了！阿信，你完了！阿信，阿信，走！你完了不？我无代志啊！来！阿信，你无代志吼？操你妈！等下，我去你啊！哦，我有够喘的啊！我老啊了，你刚刚好帅，来。等，离我较远啦。我即马有小可发烧，我感觉我可能着新冠啦。咱是阿某呢，有啥物关系？我是想要问你，你讲要甲我离婚的代志，敢是真的？你哪才讲啦？
当然是假嘛！你哦，你当听我解说袂？啊？啊，你敢会讲足久的？你大概解释拢足久的。好，你听我解说。我甲你讲，其实你讲我是一个 spy。等，你莫笑啦，我甲你讲真的啦，我真正是 spy。哦。10年前，我要来大陆拍戏的时阵，迄个时阵，政府就甲我招啊，要甲我招，叫我甲因合作。迄个时阵我就是 spy， 我已经做10年啊啦。啊，即摆我来，我就是炸新冠的解药的。啊，不过我今日发现，陈玲伊可能是中国的 spy， 而且伊嘛可能知影我是台湾的 spy， 就麻烦啦。小等，你的意思是讲？陈玲是失败，你是失败，但我唔是失败哦。你当然嘛唔是，老鬼伊嘛是，啊，不过我出包啊，已经死啊。啊！我一定要替你报仇，而且救你出去。我跟你讲，今仔日来甲你聊的人，应该就是陈玲伊派来的，因为爱你的爱配啦。你的意思是讲，伊要爱遐掠高相片哦？对啦，因为你唯一的相片，这款相片来流出去，伊就曝光啊。所以伊可能爱。那呢，我上尾阁想要问你，这个讲问一下，你敢是为着任务才甲陈玲做伙？我无想要骗你，唔是啦。来，啊，不过我即马知我唔对啦。我后悔啊！我给你回信嘞，你搁给我一摆机会，你敢愿意搁给我一摆？好，安尼就好，我一定好好报偿你，随无？报告是。把整台平板带回来总部。报告是。你先别动，你先待在那，我有个事情要查证。报告是。是安怎？什么代志？无啦，你拄则伫咧哭吗？是啊。你若是你拄着即款代志，你嘛会哭。阿某惊遮久啊，我唔甘啦。恁有谈过无？谈过啊，真正是20年的感情啊，10分钟就讲煞，就参像阮两个拢想要离婚同款。今日暗暝，伊阁会甲咱见面无？袂啦，伊袂出现啦。我叫伊直接转去台湾。拄则我听到伊伫房间写物件，写个密密麻麻，弄甲乱七八糟。这款的查某，我哪甲伊做伙？也是你较好。陈玲，你敢愿意嫁我？我嘛唔知影，一切来了伤紧吼。不要紧，不要紧，莫着急，你慢慢想哦。我有一件代志要甲你讲。
我这世人讲袂使讲到伤济啊，我无想要继续骗落去。刷落来我要讲的，你一定会感觉足奇怪。准备好啊吼。我是一个演员，我嘛是失败。差不多10年前，我要来台北发展的时阵，政府就甲我招，找我合作。迄个时阵，我就是一个失败。我都接受啊，啊。我的任务是去识识一寡导演啊、演员啊、制作人啊，去了解你的文化是安怎渗透的，这是我的工作。你倒要真啊拍算？我打算伫遮开一间公司，继续咱的演艺事业，咱来做伙拍拼，啊，公司就交由你来处理，你感觉？所以你嘛愿意相信我是？应该是说，所以你嘛愿意接受我是一个诈骗集团？拄则你拢已经遮坦白啦，我也无啥物理由唔相信你啊。对，不要紧，你好好爱我就好。你要骗别人不要紧，莫来骗我就好。所以即摆我阁问你一摆，你敢愿意？嘛介意。好，安尼真好。啊，等下。啊，我阁有一件代志袂记你讲，是安尼啦。因为我的身份有小可敏感台湾遮会调查我要结婚的对象，所以台湾会调查你。我是讲，咱两个结婚我无希望安尼会害着你厝内的人啦。讲较简单的啦，就是我希望你会当放弃你伫中国的身份，你来做台湾人。上好是甲你妈妈找。台湾遮的代志我来处理。敢会用诶？即届就毋是假的哦，是真诶哦，毋是换个身份真正简单诶代志哦。台湾才是最严格哦。好，为了你，我可以做一个台湾人。多谢你，来。怎样？我拿东西。霞哥，你别担心，你叫因拍电话给我，我代接。好，你家几人水王？你叫因拍电话给我。这边的防疫人员似乎是搞错了，我等等会亲自去火神医院跟目标碰面。我判断货物还在他的身上，请给我补救任务的机会。不必了，你这一次的表现令人堪忧，先回老家休息一阵子吧。总部会再针对这次的任务展开惩处。至于货物，我会亲自过去拿。那李志成呢？国家会怎么处理他？他如果真的确诊，国家会好好照顾他的。把所有资料都删了吧。
你嘛真高诶，你即摆搁有迄神经翕相吼？我摄影留念啊。我差一点嘛就要逼叫你害死。各位观众朋友，真足看到倒一位大咖，舞即阵正大厝。大个歹势，即个甲你害着啊！连讲起来啦，凭迄两只菜鸡嘛想要甲我搞倒，拜托，我是中华民国海军陆战队级钢队退伍的呢，3两下嘛甲因砍掉伊嘛死。我就是讲你真正死啊！对，啊你有啥会假死啦？为着要甲你结咧啊，久无容易闹着。你哦，差一点嘛就叫伊靠陈云骗去啦。你免看我啦，你嘛知影我会选倒一边。讲到你哦，你就是猪哥啦，个喷芳水咧，安怎？想要出关了后，马上要去送啊吼！送你的头啦，送！那芳水是我的秘密武器，会当帮助我的表演啦。我甲你讲过，凯特本来是伊嘛是安尼啊，喷芳水啦。你敢会当有一解讲老实话哈？啊，着老实话，我伫咧机场对你福利买的嘛。迄小姐一直甲我讲，哇，这罐偌好偌出名哦。我看伊水水，我就买啊。即个买2罐，搁拍这。你会喷个芳水？喷一撮，啊，为了骗1箍啊。安怎？伊即摆会发烧，是因为伊喷着疫苗。疫苗？疫苗？对啊，你讲芳水内面是疫苗？嘿啊，无可能啦！迄芳水是我买，是伫 duty free 买全新的呢。你个妹妹是我的部下呢。这卡棒自头到尾就是假的嘛，甲伊成呀。安尼哦，啊你来甲我讲啊！我就是我真正得新冠肺炎，我要死啊呢！迄是疫苗的副作用在发作，死袂了哦。后摆你要甲我讲啦，我会当用演的嘛。我惊你演了无好啊。看，哦，芳水咧，有找出来无？哦，你真正是，你要甲我讲。小奈，这啥？哦，这应该都是陈琳送你的吼。陈琳的物件一定是追踪器。等，哦，你那叫大概用哦，嗨。吼，这哪可能是追踪器啦？你是要互我用哦，歹还是你家己买的？这不是追踪器，用我摆要错啦。对，互我来，这互你。好。你等下，你等，你等下，这是我的物件，我家己处理好无？放手啦。我用歹去啊啦！你讲这是追踪器？嘿啊。啊，一定要创我派？一定爱。好啦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应该派去了，我都追踪了。哎！安怎？心肝会痛？无啦，我是惊你的口会痛啦。
哇，嗯，看你这个办事，你拄啊是去面试葬仪社哦？我这是约翰屈服塔啦，哈，拜托的，什么葬仪社？你是毋捌看过昆汀哦，哈？哦，昆汀哦，无迄颗奥斯卡是安怎讲的哈？主要是伊试镜的时阵有问我一个问题，而且是用中文哦。伊个样讲中文遮厉害，伊是讲啥？伊是问我讲，这个角色是演一个中国人，你可以吗？过来，你是安怎回答的？我就甲伊讲，导演啊，这个问题哦真趣味，毋过我即马无法度互你答案，我可能要转去厝问我母才知影哦，歹势。哦，你讲安尼漏漏，等于讲听有？无啦，我哪可能安尼讲？我就甲伊讲 ，I'm an actor， 伊就讲 ，OK，I see，I see， 伊就落线。那呢，你家己是安怎想的？我无安怎想啊。不过我可能去找我的忠实粉丝问伊，看有啥物意见让参考一下。你拄仔毋是讲你要转去问恁水某的意见哦？好，水某啊，借问一下，你有啥物意见？我的意见就是，钱罔趁，较袂散。大概拢一句啦，钱少啊。来啦，斟一个。啊？你过来哦，斟一个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哪恶心啊！好啦好啦，拜托啦，来。我爱你。拜拜。拜。